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總統大師。OK，我今日想分享嘅一個硬腳咧，佢就係食三高藥。咁佢食開2年咗之後就死神。咁我問你，如果咁嘅結果，你 OK 冇？OK，你自己睇下真實嘅事情。你阿夫你，我幫你做一個記錄先。夫你做你死神2年咗，2年幾嚇？跟住人好攰啊，係咯，死完就攰咯，成個。你腳有麻痹啊？麻痹嚇，腳有麻痹啊？呢兩個腳板呢度好，覺得啲血唔行咁樣樣啊，周時麻痹啊。講啱咗你。有食三高藥啊？有。食咗4年到5年啦。有啊。即係其實你係食咗4年到5年，啱。你死神2年咗喎。2年幾係。咁即係講你食開呢個三高嘅藥，已經食開2年就開始死神喎。係。係咪咁講？啱。跟住有失眠啊？有時夜晚唔知點解喎，我人好攰係咪？得落去12點可以躝到3、4點先瞓。呢個都係中風先兆嚟嘅。失眠係中風先兆嚟嘅。哎呀，慘喎！大叫喎！我解釋俾你聽下，你頸嗰度實咗。好實係咪？頸嗰度實。